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0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花莲玉里有一栋楼因为地动倒去，即马厝已经拆掉，恢复通车。春日国小因为建筑放弃，改伫厝上课1礼拜。花莲玉里有139栋人家厝因为地动爱补强，结果有5栋因为歪起真严重，爱遂拆掉。今日国内增加44000外例本土病例，新北9000外例上介多。咱国内本土个案已经累积破600万例。新闻头起先来看6.8地震过后，重灾区目前的情形。花莲玉里是有一栋楼倒去，今日透早这栋厝已经拆掉中道路已经会通。不过当地因为有真侪水管破去，所以目前玉里是减压供水。未少民众是爱家己去加水站灌水，嘛有健身房开放予灾民洗身躯。工具车开入的现场，快速铺点架，工人详细整修路面。这是9月8强烈地震花莲玉里一栋3层楼高的建筑物倒去的所在。花莲县政府伫得到处主动了后，20透早完成拆除工作，县政府也快速展开路面的铺设工作，顺利伫中道完工通车。今天上午会完成路面的铺设，还有完成边线的这个标线。规模6.8强烈地震影响玉里真大，带伫地下的自来水管真侪所在断去。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目前用减压供水也未停水，不过因为水量少，无一定有法度拍起的水塔。自来水公司出动3台水车加水站，予民众提水，嘛加派水车补充民众用水。大同路，从那边震完开始就缺水到现在啊？那已经2天多，快3天了。哦，这就是来提水，对，只能用提的，就是厕所先挡着。有民众去加水站提水通使用，店头嘛准备好，予民众通买新水的物件。健身房嘛开放洗肠的设备，予出来欠水的民众会当来洗身躯。感觉很温馨呐，因为最近都没有水啊，然后又没有热水，这边还有提供热水，觉得想洗一场舒服的澡。地震的威力真惊人，民众厝内电视落来永无破去，买新电视的人未少。店头讲业绩成长2-3成，有未少人厝内玻璃破去，无用找玻璃店重新定制。不过头家讲，其实伊损失嘛真大30-40个都有了。哦，平常有这样吗？没有啦，平常哪有可能？哦，这都你的呀，都破掉了。玉里镇西边的倒去乡金龙部落的路里，一寡民家的围篱啊倒去。当地教会2楼礼拜堂并出现真大面积壁去，天崩嘛落来。好在迄天是做礼拜结束了后才发生的。记者综合报道。玉里的春日国小因为这场大地震，学校的楼啊甲走廊有未少所在拢放弃，所以对今日开始1礼拜，互囡仔伫厝上课避免危险。学校迄块倒去的楼啊，是预计今日暗时会拆掉，按算后礼拜恢复上课。什么气候形态？坐伫门口埕，敢若会当用电脑上课。春日国小的校园因为地震受到损伤，所以改用线顶上课。学生是真期待会当赶紧回去学校上课。老师比较清楚的讲话，然后又可以跟同学玩。有听到我讲话？有。镜头的另外一边，老师是无用在上课。伊就拢先刷去边啊，教室内底敢若剩老师一个人。校园规个看起，因为地震损伤了真严重，校舍甲走廊有真侪所在拢放弃。考虑安全问题，为这时开始采用线顶上课。廊道那个工程大概今天晚上呢就会完工了哈。如果有教学上有问题的话，它其实可以到另外一个空间去实施教学。校园内底规个烟烟火火，拆除完成了后，还阁爱清运。工程人员当地赶工课，希望要拼后礼拜恢复实体上课。同款伫玉里的上部国小，20已经恢复实体上课。透早校长带大家做地动的演练，真侪学生心内也是感觉担担嘛。地震来了，好，我们要做什么？因为我会怕地。地动了后，大家是紧密咧做中间的工课，要互校园早日恢复原来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除了咱大只看到的学校甲楼啊，玉里阁有一栋一贯道3层楼啊悬的道场嘛是陷落，3楼变2楼，2楼变1楼。当地里长是表示，地震迄天原本是要办一场百人的法会，好佳在是临时取消，若无效果会是真恐怖。我这个安尼聚会唔安怎，3楼剩2楼，倒一半。天选导演史可为祝贺讲，9月18迄天大地震来至强，阁变
厝内新民道家区拢倒甲规涂骹，天泉道院就位伫徛街后壁轰隆的一声，三楼悬的道场直接往下面沉，只剩2层楼。大地震来的时阵，1楼的娘条登去崩塌，2、3楼直接往下面沉，1楼所有的物品全部拢往地下。即马看到的只剩庄仔厝遐3楼悬的建物，少1楼场面真惊人。当地里长表示，大地震迄天原本要举办一场百人发挥，好佳在促销。天天道院有打算是办一个200个人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某种原因暂缓的举行。如果当时是继续办的话，实在太危险了。里长表示，其实今年3月地震的时阵，道场的壁甚至娘条都出现毁损的痕迹。迄当时有报称管府也找结构技术勘验，那后续敢是有进行补强，就唔知影。里长表示，这栋建筑因为私人土地，一早自建自起，并无申请建筑属于违建，好佳在无上着无辜。即马已经是规楼已经报称管府拆除。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地震的中心虽然是伫咧台东，不过花莲的玉里灾情是上界严重。官府统计有139间人家厝爱补强，结果有5间是因为歪起甲真严重，梁甲地板拢必须爱碎拆掉。民间单位协助中建的部分，台积电是按算援助弱势甲家己大的长辈。花莲官府是会发救助金，毛收用所予受灾户暂时安置。壁边渗一个比一大棚，1楼严重车去，油封锁线。玉里镇代理镇长江东成讲，灾后清点受损的民家拢总139户，需要补强也是拆除上级别爱处理的有5栋民家。大城爱拆的就是这栋，因为歪一边列做危险建筑物，而且这栋搁伫山峦仔顶，也挖进一间民家，地基搁有烧钱的情形，而且这间厝敢若一直伫厝落去，已经地歹分隔墙。厝边也是烦恼，厝若是继续厝落去，地震过来，大真正有安全顾虑。怕这个房子如果在地震的话，房子垮下来，这个上面的又往这边倒的话，我们怎么办？能逃得出来吗？玉里上坡地区真侪间民家严重受损，像这户门前的土骹翘30-40公分悬，行入客厅发现土骹起一边，已经无法度住人。这个本来是跟这个平的，很怕。不敢住。拆除的话，我们会补助他一定金额的救助金，另外有一定期间内的一个出租租赁房屋的一个经费补助。9月8地震第3天，玉里镇也是有袂少人，毋若无水通用，甚至无厝通住。台积电造成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特别前往灾区关怀，强调这个救援主要是援助弱势甲独居的长辈，毋是全部拢收。我们会做筛检，我们会有附属厂商。专门对建筑、专门对地震修复的专业人员来做评估。花莲县政府表示，针对受灾户的援助会发救助金，原来有些收容住所提供受灾户暂住，也是互因租金补贴。若是家电机车这因为地震受损的，原来有规划相关补贴，最近就会公布申请办法。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礼拜主震了后，地震尾已经有减少，规模嘛咧降低，所以气象局是认为讲，这站地震已经慢慢来咧收尾。不过提醒大家，这1个月以来，也是可能会有较少的地震，有关是爱注意。花莲玉里袂少车路因为地震，点仔家路拢闭起，嘛有真侪必损。技术提机器测量闭开的棚，透过收集资料来进一步分析地质。以前在那个玉里国小那边是以前的破碎带。那地表会从那边出来，但有可能它会从原本的地方重复发生。6点8大地震了的2天，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持续监测，为每点钟地震发生的趋势看来，地震的频率甲规模拢有明显降低。根据统计，主震进程拢总有73届的前进，18主震了后到20尾仔有92届的地震尾，其中规模5至6个拢总有8届，发生的时间拢较晚主震。地震测报中心表示。地震的活动有豆豆转好，接落来应该还阁有地震尾，不过袂遮尔接，会当放较轻松淡薄啊。目前观察这届地震序列，测报中心阁一届强调讲，毋是地上短暂引起的。我们在地质构造上面往这个地表下来看，震央或者主要震央群的位置，确实就不是，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地震确实不是发生在这个池上断层的断层面上。测报中心表示，19过头了后，目前也剩小区域的地震，
原本有淡薄仔烦恼，不过后来小连线还佫有地动买。经过统计了后，认为目前符合地动序列有豆豆减少的标准，毕业地动期应该伫要结束啊。不过地质学家警告，最近50年来中央山脉断层玉里段是真少发生地动。车龙堡断层伫1999年发生921地动的前30年，同款无发生什么地动。烦恼即届大地动会引发当地能量。玉里这区过去是没有地震的，极少地震就是，所以那区块是我个人非常担心的一块，因为你没有地震，它其实未来也很有可能产生一个很大的地震。专家烦恼玉里断层已经去予中央山脉断层错落大联动开始活动，呼吁中央会当赶紧展开当地地质的调查，嘛考虑敢是要公告中央山脉断层是活动的断层。另外，应该要维设相关的区域，确保建筑物内进系数无问题，做好防灾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地动造成道路灾情的部分，花莲计共是有6座桥海起，轮天甲高寮大桥是规个断闸放起。今日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就去高寮大桥遐勘察了后，认为讲是真歹复原，爱规个并固定起。另外，玉长大桥是变形封路，即阵护理的居民若要去玉里，拢爱驶路，都爱加用3倍的时间。桥当作过路在外国市川倒伫秀姑峦溪溪床，这座桥已经40年啊，总长390公尺的轮天大桥，未吸引强烈地动断去。伊北边的高寮大桥嘛是断几落过。20国家地动工程研究团队前往现场会勘调查，初步判定这座桥是符合当年内政规范。不过地动的威力真大，直接把桥墩的铁啊规个踹断去。你看这只也是拉断的，这只是拉断的。以往的结构桥梁的设计里面是允许用这种搭接的方式，超过规模6就会有这种桥梁的 damage。对。高寮大桥损害严重，调查团队表示要复原无啥可能，恐惊爱重建。不过重建所在爱阁谨慎评估地质的条件。这届地上大地动，地属花莲拢总6座桥受损，其中有2座断去，其他变形也是出现真大的裂缝。护理民众要去玉里镇的玉中大桥，桥墩的铁基嘛拢现出来，因为变形爱封桥。大地桥另外一边的护理居民一直讲，即马去玉里爱开3倍时间。不方便啦，到玉里差不多10分钟，即马绕过去才要半个小时。这个真无简单，为60桥选出来的民众，想要去玉里镇买物件，线无法度出去。好多桥都封闭了，会不会很麻烦？你现在找不到路到玉里，对不对？是啊。护理居民即马爱驶去大桥线，再搁接玉里大桥入去城镇，结果透早玉里大桥车都排真长，因为受损，敢会当开放单线双向通车。国家地动了后，桥面有关期坎，速度爱放较慢。一届地动，互花莲民众无法度顺利通行，西路塞车，恐惊是在后正事上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玉里商铺甲当年的肋骨塔地动了后，差不多是有154个塔位倒去，造成黄金红啊摔破去，王生车的骨灰拢蓝做火。公所即阵是安算讲家属协调，要用联合排位的方式来补救。另外，因为肋骨塔是人别死了后要登记安息的所在，所以有技师就建议讲要加强建筑的结构来抵抗地动。金刀翁落落来，看到亲人的骨灰也甲跪涂骹，真悲伤。918地上6.8大地动，花莲玉里商铺甲长隆地区2座肋骨塔，金刀翁因为地动受损破去，估计毁损数量154个。家属看到心碎哭出来。这个消息，他说里面有倒掉了，这样看啊。我爸爸妈妈就在里面。这样我是看得到了，第一排这个倒掉了。肋骨塔已经暂停开放，因为2个肋骨塔损害程度无同，金刀翁破去，也毋过无甲其他的骨灰蓝做伙，会重新转起来安置归灰。那金刀翁破去，佮蓝做伙真歹分辨的，会尽速通知家属调归协调会甲为联发会，佮用联合排会也是环保组各位先进。会有相互参差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会用专员的一个态度啊，请这个相关的这个家属啊。来做开一个协调会，并办理一个庄严的一个法会啊，做一个共同的一个祭祀。肋骨塔就算甲天棚的连接的所在有做强化固定，也毋过由于挡袂过大地动的伤害，专家建议新建的肋骨塔应该采用系统化工法，强化耐震度。要建造这种纳骨塔的时候，应该要采用一个新的工法，比如说像现在我们业界
很多案子也是政府也在推动一个系统化的工法。我们讲的 AFASEP 注重助工法，它抗震韧性大幅的提升，地震来它就不会断掉。专家讲到，如果塔建筑要达到100年建筑，包括设计、结构安全、控震等，拢要有严格控制，才会当伫地震来时阵维持建物的安全结构。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台湾计共是有36条活动断层，这其中破过台北甲新北的山丘断层是气象局认为讲上界危险的一条。地动中心就表示，这山丘断层活动，恐惊是互规个台北盆地拢陷落，台北全遭数的所在拢会去水淹去。花莲发生大地震，各地出现灾害损失。根据经济部中央地质所的调查，全台湾拢总有36条的活动断层，其中下过台北甲新北的山脚断层，方认为是上危险的。山脚断层分做南北两段，南边这段为树林向北延伸到北投。北边这段是为北投向北延伸到金山。气象局地动中心表示，若出现大地震，恐惊会致使台北盆地裂去，台北大部分的所在嘛淹去。大地震的几率在目前看起来并不大。如果三角断层发生大地震，那个情况确实是会非常的难以想象哈。这个就是它台北盆地会有一大块地区会陷落。不过，地动中心表示，山脚断层短期内活动的可能性真低。有学者嘛分析，山脚断层发生大地震，一届差不多要700年，而顶一届台北大地震已经超过300年，到达才过这个周期的一半。不过，政府过度的开发，包括五股、泰山、地势较低所在，吞吐超过2站楼悬，写到未来若去用吞吐，可能会缩短地动的周期，造成大楼倒去、土瓦变暗、海水为淡水河灌入来。台北部分地区变作是烂地，新增树林以北，甲干道是头一个会受到影响的所在。不只是三角断层，别的地方传过来的地震，震度5级以上都有可能会产生液化。那液化的话，就会让你的这个房子的基础呢失去支撑力。我们有老屋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有这种10几层的大楼，没有经过结构外审的。目前台北30年以上的旧厝有64万户。防灾型的途径袂当是讲讲的尔，就要赶紧落实。学者认为讲，政府还阁要重新清点国土规划，还阁有区域都市计划，透过途径来减少驻防地区的开发。地震若来的时阵，才会当甲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9月2日是国家防灾日，明仔载早起9点21分会安排地震甲海啸等等天灾警报演练。民众嘛收到警报的信息，请大家毋免伤过惊吓。不过嘛是建议讲会当对咧思考看卖，看真正发生地动的时阵是要安怎应用。早起10点59分的时阵，全国的电视频道嘛自动切到指定的频道公司，公布放送防灾紧急信息。由于大地震伫花莲造成灾害，因为2日就是国家防灾日，政府规划针对花莲外海某易发生规模8的大地震，花莲出现严重灾害情景，和全国消防甲搜救人员以及专工参与的国际搜救人员积极投入救灾演练。像前几天，高丽3站楼厝倒去，参与搜救的人员也赶来参加演练。除了在地的花莲县以外呢，第一支来到灾区救援的特搜队，包括消防署特搜队之外呢，还有16个县市都有派特搜队呢来参与这一次的防救灾演练。长官他其实对于这个地方的重视，所以投入蛮多的资源。那采购我们相对的比较多的、比较先进的一些医疗设备，这让我们可以在野外工作的时候，然后可以去做比较好的医疗量能的那个发挥。新北市的消防搜救人员也参与演练，继续强化搜救能力。为了强化民众防震防灾意识，政府2日早起9点21分开始，要进行地动、海啸等的警报演练。民众会收到发送的简讯，会当当前演练。收到这个警报讯息的时候，记得不要慌张，然后可以来一起演练这个抗震保命的3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那来熟悉这些遇到地震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来保护自己。另外，2日10点59分一个全国的电视画面也会自动切换到指定频道的公司，公布播放防灾的紧急信息。政府希望善用科技，加强化示警机制，提醒民众防震防灾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看国外，大西洋今年第一个飓风菲欧娜，甲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是扫甲密密麻麻，当地做大水，佮发生水崩山，全岛断水断电，进入紧急状态。气象专家就预告，这个飓风恐惊会继续加强，疫情会愈来愈严重。菲欧娜飓风扫对波多黎各去，画面内底做大水甲积水的情形是真热烈。为空中看去，规片土地是浸伫温湿的土壤水内底。菲欧娜飓风是大西洋今年头一个飓风，虽然是1级的，不过带来大水雨，予波多黎各做大水，部分积水的所在嘛有要80公分深。一寡真罕咧咧淹水的所在，即个嘛无得险。菲欧娜飓风19已经刷向多明尼加，不过雨也是持续伫落。目前知影波多黎各有2个人死亡，各地是一直传出灾情。包括水崩山、路袂通、树仔倒去、桥断去，规个岛屿拢无电，19万人无清气的水通好啉，1000人都要撤离。总督比尔·路易斯形容讲，部分地区的灾情是比5年前玛利亚飓风来的时阵还佫较凄惨。Los daños a la infraestructura, a los cascos urbanos y a las residencias han sido catastróficos. 2017年玛利亚飓风的灾害，波多黎各是还未完全恢复。迄当阵玛利亚飓风严重损断全岛300万人的恶梦，即马阁因为菲欧娜飓风阁一届发生。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波多黎各进入紧急状态，联邦紧急管理署嘛会启动救灾计划。多明尼加的蓬塔卡纳路面是规个路苍苍，电火条倒去，卡伫个人的厝顶，路面的树仔嘛甲车路挡掉咧，真侪徛过的厝顶嘛拢去互风扫甲飞去，市区是悄悄熄电。即个菲欧娜飓风的威力是真惊人。菲欧娜飓风上大的风速达到时速155公里，沿路吸收水汽。到多明尼加的时阵，已经发展做2级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告，可能会增强做3级飓风，恐惊会持续带来地灾性的雨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意大利这个月2号要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极右派意大利兄弟党的支持率是领先。女党主席梅洛尼若是得到2个右派民党的支持，就会当组成内阁，成做意大利的头一个女总理。不过，这极右派立场是反移民、反提囡仔，真正真保守，互意大利的女性是真烦恼，讲因的权力会去互打压。400.000 nati nell'ultimo anno in Italia non è un inverno demografico, signori, è una glaciazione. Non penso che il problema della denatalità si possa risolvere. 梅洛尼甲伊共同创立的意大利兄弟党，成立阿未选年就有机会挑战执政大会。强烈排外反移民的民粹竞选中心已经超过中道派的民主党以25%支持率成做领先者。Giorgia Meloni, in quanto donna, la reputo un personaggio molto forte. Sta dando voce alle donne di tutta Italia ed è una persona che è molto patriottica. Quindi 极右派提出捍卫女权，替梅洛尼挑战头一位女总理做事。事实上是矛盾的。梅洛尼电影散布女性遭到性侵哀求的画面，为的就是指控移民犯罪。另外，也主张设置对天婴仔的网站，以公布母亲的名，反对同志权甲孤身收养，坚持捍卫所谓的传统家庭价值，也护妇女烦恼，以未来会利用权力打压包括提囡仔在内的女权。sarebbe bello vedere una donna in politica a ricoprire il ruolo del genere, magari non lei, magari qualcuno con delle idee un po' più aperte, più attuali, mettiamola così. 梅洛尼甲共款右派的联盟党、意大利力量党结盟，公布支持得票上侪的政党执政，胜算较大。后边对极右派高将政权的可能性感觉烦恼。结果，执政党19听来访的意大利民主党会来谈，呼吁唔通互民粹主义分化欧洲团结。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日国内是增加44500例本土，新北市有9000多例上届多，有33例死亡个案。咱国内本土案例已经破600万例啊。另外，今日是有修正登记订单死亡人数减掉8例，今年的确诊人数是9783人。新冠本土确诊人数高超过4万例，28日增加44500例本土病例。全台由原以新北市9000多例上侪，中当前有68例，死亡有33例。累计今年以来，本土个案已经突破600万例，达到601万82例。
今天是比上周二有下降的4.9%，那我们还是要再观察明天的一个明天的个案数哈，那再来做一个确认啊。那当然是有可能上周就是高峰。另外，确诊死亡名单中，遗毒8例，指挥中心表示，有4例是病院登录错误，将确诊出于个案登录做死亡个案，也有4例经过中心检判，将个案感染新冠为直接死因，改做间接死亡也是遗毒。累计今年死亡个案有9783例。因为已经是解隔之后的死亡应该主要还是本身的肺炎或者是心衰竭等等这些造成的直接死因，而不是新冠病毒感染造成所以把死因从这个直接死因移除。除了新冠疫情，专家也烦恼流感疫情，因为疾管署监测发现，9月第3礼拜监测到89例流感阳性，其中 A 型就占80例，推测今年是 A 型流感年，统计有400万人得病。那你大概可以估15%到20%的人口可能会被感染流感。那今年流感一定很有可能会跟 COVID-19 撞在一起，同时感染2个病毒呢，疾病严重程度会增加30%。庄金雄表示，过去2年多来，国内采取挂喙암甲边境检疫措施14天，流感动静减少。不过今年入境检疫天数改做3+4，流感开始强要压起来。未来边境开放了后，一定会有一波流行。10月初1开始，注流感疫苗，不是注公费对象的民众，也鼓励自费注流感疫苗做防范。记者综合报道。电价审议委员会确定讲，今年10月无要起电钱，不过对明年开始，用电大户收热能电钱的时间是要延长1个月，对5月中到10月中拢是收热能的电钱。商业总会就表示，因搁较要义的是当时的开放边境，安尼才有生意通好做。理事长柯书博就表示，指挥官王必胜捌甲讲，这2天确认边境政策了后就会公布。不过王必胜是回应讲，也搁咧讨论当中。商业总会向蔡政府发声，希望重早开放国门，让商业环境恢复正常。理事长柯树波表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打电话呼吁，开放国门政策这2天确定了后，就会对外宣布。现在国内比外面危险，怎么是你去封国境呢？那封死自己而已嘛。最新跟他的说法是说，这2天都有在密集讨论，我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决议。那我想应该是10月以后了。什么时阵开边境？王必胜回应也在积极讨论。另外，电价也是工商业界关注重点。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会决定，高压用户热天电价明年起要增加1个月，也不过10月起电价冻起。从明年开始会从5月中开始到10月中，就是前后各延伸半个月，所以下月期间会延长变成5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同步会配合调降非下月的电价，来维持全年的这个平均电价没有改变。那台电这边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说在白天用电的部分会比晚上用电的部分那个电价来的这个比较低一点，因为白天有很多的太阳能光电可以挹注进来，只要有好的配套措施又有好的方案的话，很多企业会自然跟着调整。虽然热天电价延长，也不过上总认为有配套措施就会当接受，学者也认为差别出价对于分散热天电力需求压力有帮助。那他就提供了一个诱因机制，想办法把这个生产活动分散到非加夏季月份去，使得这用电的尖峰不会造成那么高的负荷。古振阳表示，发电成本开始增加，为了无要让国内物价一直起，冬季电价做法无符合资源使用合理性，央行应该赶紧想办法控制通货膨胀，才是关键。记者综合报道。9月18大地震迄天，有一个民众是去爬苗栗泰安的礁水山煞失踪去。消防找一天一暝，总算是伫咧东关山步道的山径下骹找到人。早起是用空轻直升机甲人送落山。搜救人员把所有弹来再个对两桥做伙倒来，直升机的普罗片造成气流，让搜救人员一直伫蹲势，真无简单顺利落地。对其他搜救人员做伙甲受伤的登山客刷到两桥顶悬固定，准备吊挂。在本辖泰安乡鸟嘴山山域，有民众疑似迷途失联，本大队立即派遣4梯次14人前往救援。所有救护员脚踏好在一步一步行落去，消防18尾仔举报了后，马上出动。伫真假的森林，为半暝行到天光，经过一天，总算伫东关山步道一边300公尺的山坪，找到好亲像落落去脚骨折，真侪所在外伤死重的登山客。因为现场地形崎岖，难以救援，立即
申请空勤直升机执行吊挂。空勤直升机第20早起7点外顺利将人救回来送医。登山客已经唔知人，不过因为迄天下晡拄发生918强烈地震，警消都爱听候伊精神了后，才会当查清楚受伤是因为路无熟，还是地震引起。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顶礼拜六有一个感觉的受刑人，伫咧介福去看医生的时阵逃走，警方伫咧隔空掠着人。台中的地检署伫咧侦讯监所的人员甲证人了后，认定讲台中的感觉是有3个管理员有过失，以10万到15万交保。法务部即马是下令讲，全国的矫正期间要随检讨介护流程。台中加受刑人陈坤豪17介护就医的时阵破坏卡寮逃走，隔天伫通中立掠着。台中地检署经过透明侦讯10外个加人员加证人了后，认定台中加3管理人员涉犯刑法第163条，过失致依法加禁的人脱逃的罪嫌重大，各依照10万至15万交保。甲官讯后认欧信、陈信、蔡信3位管理员涉嫌过失致依法拘禁之人逃脱罪。罪嫌重大，所以分别预支15万、10万以及10万元的交保金额。人员介护就医脱逃，初步了解，确实包括管理员无发现姓陈的查甫人摕着铁线破坏卡寮，手无手铐，也甲顺帮浪旁无确保防逃做法。台中地检署强调，公务人员若做有故意，互依法加禁的人脱逃，会面临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做涉犯刑责是过失，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后续会持续深入调查，依法严办。法务部长蔡清祥也伫进前前往台中加工，了解介护过程的事实。希望他们能够针对问题立即改善。另外，我也责令矫正署要通令全国的矫正机关来检讨，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疏失必须立即改善，避免重蹈覆辙。蔡清祥要求台中加工铁查疏忽人犯的情形，检讨各项介护缺失，提出改进的方法。同时也请矫正署统领全国矫正机关，随检视介护流程，避免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112学年大学的学测搁3个外月就要考试啊！不过大考中心今日说是伫咧网站公告讲，学测的英文科篇章结果的题型要改变，对学生仔来讲会搁较困难。互袂少学生甲老师是感觉讲，即阵遮个已经未负准备啊，甚至有家长是不满，发起一人一通电话，要敲去教育部甲大考中心抗议。不过，即马有上新的消息是，为着互学生仔安心，大考中心是宣布讲会较慢改题型。以日本盂兰盆祭做主题，讲当地民俗甲庆祝方式。111年新兴学测英文科的篇章结果占比8分，其中一大段空2格，毋捌的恐惊到2题无分，属较难的考题。大考中心20日官网公告，112学年度的学测英文篇章结果会为一篇选文包含4个空格搭配4个选项，改做4个空格搭配5个选项。部分高中老师感觉真意外。第一时间，老师们的反应是：为什么是用这样的方法是公告？那这样的一个程序，让老师们心理上会觉得不舒服。那考生也会觉得，怎么会突然说变就变？但研究讲，大考中心向公告，师生心内难免受影响。安尼调整会增加一寡难度，不过敢若会当伫大考还是平常时啊，互学生囡仔加练习。透过老师们对一个文章结构的一个分析啦，那学生们就要有更谨慎、更高的一个敏感度去判断哪个选项是最适合的选项。一个19号参加大考中心教师演习无愿意讲名的高中英文老师指出，演习当中有其他老师不满，大考中心讲改就改，师生真歹准备。不过，伊认为中心讲的理由，尤其是提升鉴别度，伊家己真认同。他说这样子会让鉴别提升，其实我也认同，因为我们不是一直都不希望说太多人都同分，因为英文的问题就对于高分群其实已经快没有鉴别度了。你知道印象唯一能够用鉴别度去筛的，在其他作文。大考中心声明指出，为了增加测验的效能，唔再安尼调整。不过专中教指出，考试成绩也无稳定，学生甲家长拢也搁咧适应。考试3个月前才调整，家长群组真不满，已经串联一人一通电话，要敲去教育部甲大考中心。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预防大型食食中毒的事件，台北市的卫生局是预告，112年的正月初1开始，连锁的自助肉羹、食到饱的餐厅，要定期检验沙西米这款食青的水产品，违法上当会罚10万，甚至是下令停业。
师傅熟练片鱼，新鲜水产一向是食甲饱上受欢迎。北市卫生局最近有告112年起，连锁白费食甲饱餐厅需要定期自检青鱼水产，民众乐观其成。把费最主要大家会去吃生鱼片，政府有办法保障我们在吃这种高档食材的部分，那去吃把费就可以比较放心吃比较多一点。刚好验过是比较安心了，对，因为随便吃大家还是会害怕，而且我们这种年龄了嘛，安全第一了。新政策监督食安，无论是连锁白费餐厅业者，也是伫110年就已经实行自检的青鱼饭店白费，拢表示检验标准比规范严格。不只针对生食的水产品，也会对各项的熟食、甜点、饮料等餐点进行定期的抽检。为了预防大型食物中毒事件，北市卫生局也进一步说明，这项政策是依据台北市食品安全处理条例第16条订定，112年1月1日起应该实施沙西米、青椒、蛤蟆类等会当直接青椒水产品的强制检验，搭配每半年至少要检验一摆。针对于业者如果没有违依规定自主检验的话，依法处新台币3万块到10万块的罚款。那如果说他在期间有些食安涉及期间重大的部分的话，卫生局这边是可以要求他有停业的处分6个月到1年。卫生局表示，政策实施了后，将定期发文，要求业者提出自主检验报告书加证明，和卫生局比对。同时，会伫例行性抽检中查核，要求业者一定要自主检验，临时计划可上修业者的检验报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盐埕堡有一栋超过50年的旧大楼，究其大地震了后就歪起去，规栋楼是起向隔壁的大楼，造成厝外口的壁倒，若是落雨还是地震，就会落安稳土角。因为烦恼会出意外，所以建管署是找专家会勘，认定讲这栋大楼未须有危险，不过会要求所有权人改善这个歪起的问题，若无就要开罚。建管署会同专业技师进行起倒大楼勘检，和隔壁大楼住户不满呛声。蜜蜂的接触了，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给你们来了鉴定还说没有关系，没有立即危险。来这边的都是弱势团体，都是老人家。住户受气是因为这栋伫高雄盐埕区国富西路上超过50年的旧大楼，就伫伊大地震了后，因为起去歪向隔壁大楼，虽然望这无老大，也毋过隔壁大楼住户挖200户，也是厝龄挖40年的旧大楼，看到2栋楼外墙因为搭建，真侪所在拄到地震也是大雨不时的落暗毛土带路，隔壁栋住户毋会当听到，煞因为相关的问题，更加大无处理。产权的纠纷，他们有2个地主，那目前大家都在诉讼当中，所以也很头痛。大家暗无要困啊，这个天光。顶礼拜六大地震了后，大楼安全再度引起关注。高市府20找土木结构顶3大工会勘查，判断结构无受损，是超起讨论是1/1000，无立即性危险，无达到规楼标准。它的倾斜程度要达到40分，就是说我建筑物如果高度是40公尺，要倾斜到1公尺，那个基本上很斜了。住户对市府讲法无认同，要求建管处正式发文和管委会做未来求偿评估。这一栋建筑基本上有一些倾斜啊，那我们会依照建筑法命它去做改善。那如果不改的话，我们会有建筑法第91条的处分。建管处表示，若所有权人无改善，会以建筑法处6至30万罚款。另外，也建议所有权人会当申请规楼重建，市府会提供相关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大地震了后，引起民众对防灾意识的关注。其实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大概是拢有一个防灾公园。这款防灾公园平常时都是民众佚佗行大的所在。不过，若是天灾发生的时阵，都是正做避难甲物资分配的空间。大家就会当注意看，离你上近的防灾公园是伫咧倒。18台东花莲大地震，老厝倒去，甚至几条桥也崩去，引起大众对防灾的关注。若是伫台北市发生严重的灾害，民众敢知影会使去倒位避难？记者即摆人伫咧台北市内湖区的大湖公园遮，这伫平常时是民众会使来行大佚佗的所在。不过伫灾害来的时阵，这就变成一个防灾公园。当重大发生灾害的时候，那民众除了从家做那个地震3步骤外，完后他可以直接到外面的空地，
当无法返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台北市会开设防灾公园。台北市每个行政区拢配一个防灾公园，总共12个，大约会使收容10万人。若是无够用，有另外紧急避难处所等等会使使用。防灾公园是临时的避难空间，也是指挥物资分配的空间。伫民众到公园避难的同时间，市府也会确认周边学校、公共空间的状况。若是安全无问题，就甲公园内底的民众刷到室内避难场所。那防灾公园里面，我们大概会有23个项目，那分为行政管理类、跟灾民收容类，还有一个就是用水设备类。从民众的报到，再做最后的安置，还有平常的物资的发放。消防局表示，若发生灾难，因会透过广播、市府网站等等的管道，向民众传达避难的资讯。针对平常时防灾公园的宣导，会透过网络宣传，也是演练等等的活动，向民众宣传防灾公园的资讯，让民众知影伫灾害发生的时会使安怎应变。记者郭正派文台北报道。屏东满洲的歌谣，亲像是思乡起，可乐歌酒古调，拢是唱出早期工人过日子的心情。即阵满洲歌谣协进会替传统的唱词写新词，希望经典的歌谣透过新歌词，会当挖进现代听众的生活，让歌谣继续流传。美妙的乐器音乐声，传统的曲调。满洲民谣协进会张金贵女士，当咧演奏满洲民谣5孔小调。这款5孔小调，阁互人号做可乐歌，是早期做工仔人消透心情所唱的曲调。5孔小调，它原本它的本名啦，就是迄个可乐歌，苦恼就是以前长工在唱的啦，叫做等岗咧唱的歌啦。啊，后来他们就是说又给他改，但是那个音调是不变的。英国善家人为着过生活，互人袂去好野人斗做长工，做事的苦楚、想厝的心情，敢会当透过唱歌来化解。时代演变，做人老在的代志渐渐消失，5孔小调的歌词嘛对咧变化。即卖创作者甲家己的生活故事写入去词内底，毋互传统民谣更较活泼，嘛为传承找到新出路。曲调其实不会变，词一定会变，因为词是根据我们的生活历练下去做撰写的。那早期先民们他们可能辛苦工作，所以他写的词就会比较悲苦一点，然后或者励志人心一点。那现在小朋友的话，因为我是写我的心路历程，可能是我是一个开心的长大，那我可能在创作上就是比较开心的词。满洲民谣当中流传济世代的思乡曲，就算唔知影歌词嘛，人拢捌听过。这款经典的曲调加上创新的唱词，记录大家世代的生活风貌。满洲民谣协进会总干事黄素清就讲，希望经典加上新创作，会当让更较侪作品流传出去，让满洲民谣的文化代代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在地表演艺术团体三麦堂，有一身合作时间女性的布袋戏红仔是真出名。红仔戏衫顶悬用真侪春仔花装它。三麦堂即阵是举办免费的春仔花教学，要推广因的布袋戏甲一项传统的手工艺。大人囡仔大家拢专心甲手中的线一点一点营造春仔花。嘉义县在地表演艺术团体三麦堂最近免费举办春仔花体验的课程，推广这项传统手工艺。蛮不错的啊，因为那个材质啊、线啊都蛮特别的。我觉得很特别，然后也很新奇，然后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注意力，我觉得不错。三麦堂创作的精工布袋戏红仔当中，有一身造型真特殊，合作时间女性。伊的戏衫毋但代表台湾数百年的历史演进，阁使用真侪春仔花来装它。时间女性捌对海军巡逻舰队去到白流登陆。时间女神身躯的春仔花有300蕊，一蕊1000块，总共爱30万。所以伊是阮目前三麦堂的镇馆之宝。三麦堂表示，当初因为这身红仔，才有机会甲中华鹿港的私立梅老师合作。了解春仔花嘛拄着传承的问题，所以举办活动来推广，希望民众认捌这项代表祝福甲喜气的传统手工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际企业元宇宙甲台湾的文化内容促进院合作，推出台湾文化元宇宙，用北港朝天宫做主题，用创新的科技甲台湾的本土文化推送出去，要让民众更加了解这个土地迷人的所在。台
湾文化要安怎推广出去，互更较侪人认捌到本土的水？文化内容促进院甲跨国企业 Meta 合作，推出台湾文化玩宇宙，用科技将北港朝天宫的宫庙活动透过 VR 技术送到咱的面头前。文化跟科技怎么结合？怎么让文化内容产业在一些新的领域是有办法让台湾维持在世界的领先群，都是一直我们在很想努力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成立以来，就会去推动很多文化科技相关的一些事情。敢若看抑阁无够 ，VR 技术毋但会当伫虚拟的世界去宫庙，就连神明嘛会出来甲你互动。我是顺风耳 ，Hello， 我是千里眼。你看，我们带你到朝天宫的元宇宙来了。所以透过元宇宙，可以先让世界看到台湾，看到北港朝天宫。我相信这是很好的结合了也让全世界了解到台湾宗教文化在 VR 的世界内底，民众会当有浸水式的体验，参拜、跋杯、求签、点香等等，伫遮拢看会到。有科技的帮助，文策院希望会当继续甲企业合作，将本土文化推广到国际，增加台湾文化的实力。记者麦尚莹、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培养台湾影视甲拍电影人才，朝阳科技大学伫咧中台湾的影视基地办工作坊，针对美术设计这题来教课。希望学生透过动手做，对电影现场有更较深的认捌甲体会。学生伫房间内底真专心咧听讲师讲拍电光的美角，这是中台湾影视基地朝阳科技大学伫遮办10日的工作坊，去因北京学校无共科系的人同齐来交流电影、学习技术，互学生对上课本电影调查开始，落尾亲手甲布景搭起来。做场景或者是怎么去处理影像里面的这个空间的问题，让它更立体化，让它更帮主角、帮电影加分，我觉得是非常有收获的。这次的活动是有很多的学校，我们有8个学校，来自不同的科系，包括了建筑、室内设计、美术、影视创作。我觉得让这些学生有一个平台，可以互相理解、互相。最近台湾电影的品质愈拍愈好，议题也愈讨论愈深。幕后的电影工课分工其实真有路。工作坊这届特别针对美术设计这个项目，邀请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黄美清，甲摕到年度台湾出奖电影工作者的质感师陈新发来分享因的经验。从发想、剧本、搭景，直到做质感，他们是一连串的，让到最后的打光跟摄影，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一个正确的教育方式。最后再把道具陈设进来。所以就会看到我们整个场景其实是完全从木板到变成现在很接近一个可以拍摄的场景。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课程，让学生亲手做，对实际状况有掌握，也培育出更较侪上桥的人才。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工课甲工作压力伤过大时阵，就爱放松一下，心内才袂激破病。所以南韩顶礼拜日就办一场激放放的比赛，参赛者伫咧点半钟以来，什么代志都袂使做，嘛袂使讲话，袂使笑。这期间心率上界平稳的人都会当摕冠军，咱做伙来看。上课上惊的细心无专心，毋过所谓这场细心比赛，所比的都是谁上高细心。这原来是平常时工作压力大的人，难得有一个放灵的机会。有人特别早游泳，有人滴线舞啊，有人故意演场啊。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好亲像拢有准备。 학생 때부터 이제 교실에 앉아 있으면 창문 밖에 보면서 멍도 많이 때리고 해서 애들이 친구들이 막 왜 이렇게 멍 많이 때리냐고 했거든요. 그래서 더 저한테 의미가 있을 것 같아서 참여하게 되었어요. 这个比赛规定参赛者伫90分钟内袂使用手机啊，袂使讲话，袂使笑，毋过嘛袂使困去。工作人员15分钟就会监测心跳，离开这种情形就会淘汰。另做啉水去便所会当举牌啊，嘛会当要求工作人员提供电线风也是掠铃的服务。毋过这个动作嘛有可能影响心跳的速度。参加比赛人爱家己斟酌。最后，这个比赛是由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摕到冠军。 어쨌든 머리를 계속 쓰고 생각을 많이 하고 쉴 새가 없잖아요. 근데 어쨌든 이런 기회로 잠시나마 좀 멍 때리면은
这个西神比赢人讲，平常时啊，以往来看棒球，互家己放松。这个西神比赛上早是韩国行为艺术家伫2014年所创办，目前已经是国际各大城市巡回活动，台湾嘛捌办过。对现代人来讲，小看西神嘛无啥物通见效，因为休困是为了行更较远的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若是讲要请你用豆饼仔做汉堡甲，你敢敢食？伫咧泰国就有一间卖专卖店推出一款豆饼仔汉堡，听讲食起来是无亲像听起来遐尔恐怖，阁真营养，带大家做伙来品尝一下。伫东南亚的国家，亲像泰国、街仔路，拢会有即种甲糖煎甲酥摕来做点心伫卖的路边摊仔。虽然因家己感觉真平常，但是外国人若看到，真少人敢买来食。不过最近伫泰国，一间专门卖汉堡的餐厅，就推出一款真特别用豆饼仔做的汉堡。但是这款豆饼仔汉堡可能甲你想的无共款，食起来袂酥，加落去嘛袂脆。汉堡餐厅的头家先将一包物件倒入去碗底，这一块的物件，就是已经将脚甲翅拢加掉，只剩身躯部分的豆饼仔，然后甲这豆饼仔慢慢磨做粉，再搁将这种粉掺入去汉堡的牛肉排内面拉做伙。伫煎牛肉排的时阵，嘛搁掺一寡这种粉伫顶头，了后按照一般做汉堡的方法。做出来的都是真特别的豆饼仔汉堡。这种豆饼仔汉堡到底食起来是啥物滋味呢？ก็รสชาติที่นี่ผมว่าทำได้ดีตัวน้ำซอส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ทำแล้วก็ราดมันทำให้ไอ้กลิ่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เราไม่รู้สึกเลยว่ามันมีไอ้ตัวผงที่เป็นตัวแมลงอยู่。事实上，目前伫泰国已经有几啊千个专门伫饲虫来卖的农场。过去大部分拢是用来做动物的饲料，但是亲像豆饼仔本身有真丰富的蛋白质，佮有维他命，即马磨做粉了后，民众的接受度会较悬。若是汉堡，嘛会当佮变出更较侪款豆饼仔胖、豆饼仔饼。未来食豆饼仔，无的确会变做是一种新的流行。记者甘美恁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2度到30度，中部地区21度到33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3度到31度。外岛地区25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